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，这道甲迄道，台语安尼写，这道、迄道，这一种就是这道，那一种就是迄道。台语教典的记例，你要把握这摆的机会，这道好康的，唔是定定有。这道甲这种、这款、这样，意思真相同。三节讲啊真感叹，讲这道世道这种的天年，爱虽然过性命。啊！你对父母讲这道话，做出这款代志，实在不应该。搁来迄道甜食，参袂少的防腐剂，食伤多伤身体。迄道甜食，嘛使讲迄款甜食，迄种甜食。有一句俗语，无迄道尻川，唔通食迄道下药，就是家己饲养婴仔爱小猪一下，爱知影家己欠点的所在，唔通不自量力。唔通无迄道尻川，想要食迄道下药。啊，迄道嘛当用你的话头，也就是发语词，像讲迄道，唔是安尼啦，请你唔通误会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这道、迄道，实在真趣味。